女人再窮唔好陪瞓，男人再窮唔好犯罪。唔好買2套80平方嘅屋，而要買1套160方嘅屋。自己玩買油車，屋企開買電車。無論如何唔好買運動啊！加油每次加200就夠噶啦。聽我講，以後你就明啦。剪髮呢，盡量唔好去啲大店，大店幫你剪嘅都係學徒，細店入邊嘅先至係師傅。同樣嘅道理。食飯去大酒店嘅呢，食嘅係排場同埋面子，而細店基本都係老細親自落廚，食嘅先至係味道。買肉呢，一定要先俾錢，你話要30蚊，數碼俾咗過去先，老細你睇住嚟切。買茶買酒送禮嘅一定要強調係自己飲嘅，買煙送禮嘅呢，一定要強調係自己食嘅。親戚朋友請客聚會，只要佢冇提前通知你，咁你就要一律扮唔知道，更加唔好去打聽。富人嘅圈子機會多，窮人嘅圈子呢，笑話多，女人嘅圈子是非多，男人嘅圈子故事多。講個古仔俾你哋聽下，冇技巧，全部都係人性。嗱，話說呢，有咁樣一個兄弟喺大城市度送外賣，佢日日去買彩票，真係有一日俾佢中咗1000萬。呢個兄弟呢，中咗獎之後，以後乜嘢都冇做，而係第一時間打電話俾佢老婆。佢話自己送外賣嘅時候俾車撞親，肇事司機呢走咗，自己傷得好嚴重，急需用錢嚟做手術，叫佢老婆去揾啲親戚朋友嚟借錢湊手術費。佢老婆聽完喊得好凄涼，然後就開始逐家逐戶咁低聲下氣去借錢。但係事與願違，問勻晒所有嘅親戚朋友，除咗冷眼就係冷眼。佢哋屋企呢，就係得佢老公出嚟賺錢，呢啲親戚朋友呢，都驚借咗錢俾佢哋之後呢，佢哋還唔起，借咗成日1分錢都借唔到。於是佢老婆呢，就攞埋屋企嗰萬幾蚊，加埋雙方父母嘅，一共湊咗5萬蚊，去到佢老公嘅嗰個城市，見到佢老公嘅第一眼就好出奇。佢話：你睇上去冇咩問題啊，喺邊度出車禍啊咁？佢老公就話啦：你唔好急，亦都唔好鬧我住，我就問你，你有冇借到錢啊咁？佢老婆就話啦：除咗我哋阿爸阿媽，其他人一聽到我哋屋企唯一嘅勞動力都唔得啦，個個都唔肯借，仲喺度一邊講一邊喊。呢個時候呢，呢個兄弟反而笑啦，佢話：老婆，你唔好喊，你睇下我而家咪好好地。另外，我同你講句實話嚇，其實我係買彩票中咗1000萬。你問咁多人借錢，基本都同嗰一班人撕破面皮啦，冇人會再去揾佢哋借錢啦。好，我哋就返去起屋買車，好好地過日子。嗱，各位，呢個就係人性。燒香嘅唔一定係善良人，乞食嘅亦都唔一定係窮人，順住你嘅唔一定係好人，着住衫嘅亦都唔一定係人。記住啊，謀事之前先謀人，學識睇人，學會識人，睇透人性，你先至能夠立於不敗之地。熟人面前唔露富，遭人妒忌惹是非；外人面前唔露窮，先敬羅衣後敬人。無論任何時候，唔好將你真實嘅財務狀況講俾任何人聽。你富惹人妒忌，窮又俾人睇唔起。任何時候唔好將真正嘅秘密同你嗰啲所謂嘅好朋友講，因為好朋友佢都有好朋友嘅。
求人辦事呢，關係再好，亦都要令到對方得到利益。對於富人嚟講，佢哋首先考慮嘅係利益，但係交往耐咗呢，佢哋最唔在乎嘅反而都係利益。呢個就係你嘅機會。而對於窮人嚟講，佢哋首先考慮嘅係感情同埋面子，但係同樣啊，佢哋最唔值錢嘅往往亦都係感情同面子。呢個都係機會。永遠記住，富在術數，不在勞身；利在世局，不在力耕。努力兩個字呢，好有必要，但係如果你只係冇腦咁去出力，咁你就要將努力個努字上下拆開咗啦。上面一個勞字，下邊一個力，好似奴隸咁樣出力，冇盡頭嘅各位。所以低頭行路好重要啊，抬頭睇路更加重要。方向唔啱，你行出去嘅每一步都係冤枉路。一定要經常提醒自己，謀事靠嘅係智慧，做人靠嘅係變通。求天求地莫過於求自己。敬鬼敬神不如敬家中老人。